後生仔點解要補充肝細胞？睇完你就知，大家唔好以為後生就唔使理肝細胞嘅事啦。我同你講，正正就係因為後生，先更加要留意補充肝細胞呢件事。好多人都唔知肝細胞係咩，但係其實佢對我哋身體好緊要㗎。肝細胞就好似我哋身體入面嘅萬能修理工，佢有自我更新同分化成各種細胞嘅能力，對維持身體健康同預防疾病都好有幫助㗎。你睇下香港、澳門好多明星都已經識得利用肝細胞嚟保持健康同青春啦。好似澳門賭王，晚年就靠施打肝細胞保養身體，呢都係佢抗老嘅秘密武器之一。香港明星鍾麗緹50歲都仲可以喺《乘風破浪的姐姐》裏面大放異彩，身材同面色都 keep 得好好。佢都話肝細胞好神奇，對佢恢復活力、保持年輕好有幫助。後生嘅時候，我哋身體入面嘅肝細胞仍然保持住較高嘅分化能力同再生能力，呢個時候補充肝細胞可以幫我哋治療一啲慢性疾病，好似自身免疫性疾病、膝關節炎呢啲，仲可以增強免疫力，促進組織修復，預防疾病添。而且後生時保存嘅肝細胞通常更加健康，活力同分化能力都更高。如果將來真係有需要用到肝細胞治療嘅時候，呢啲年輕時保存嘅肝細胞就可以派上用場，為治療提供更多選擇，仲可以提高治療成功率，降低治療費用添。所以話唔好再話年輕就唔使理肝細胞啦，趁住依家後生，為自己嘅健康做啲投資，補充下肝細胞，絕對係一個好明智嘅選擇。你話係咪呢？